乜嘢係靈魂家族同靈魂伴侶？話說喺2020年，因為舊 Facebook 專頁突然俾官方關閉之後，我決心喺 IG 同新 Facebook 專頁重新出發，陸續收咗好多嘅學生，發現原來好多都同我前世有關喎，包括細妹、阿女、徒弟，甚至徒孫都有。然後又發現佢哋之間喺其他前世都有兄弟姊妹、好友等等嘅關係。大家如果有聽過靈魂家族，就指我哋呢種關係。例如我秘書 Alice 5年前喺 IG 見到我，跟我學塔羅牌。我老公發覺佢同 Alice 前世係父女，後來 Alice 更成為我哋嘅契女，同埋跟我老公拜師學習。天賦好高嘅佢，亦學識咗睇前世嘅能力，發現我同佢前世係姊妹，嗰世我哋嘅魔法能力好強。故事就好似哈利波特咁精彩。之後我再錄一集講返呢個故事。Alice 話最初見到我個女 Jenna， 當時佢9歲，平時佢唔中意小朋友，唔知點解都幾喜歡佢。原來佢哋前世係兩姐妹喎，不過我個女先至係家姐。我另一個學生 Lucy 係我女巫嗰世嘅妹。我個女 Jenna 曾有一世係歐洲嘅貴族， Lucy 係佢嘅僕人。Jenna 嗰世對佢好好，似姐妹咁 friend。塔羅協會前副會長 Tracy 好多年前跟我學塔羅，原來佢係我同我老公前世吉卜賽夫婦嘅女王。我同我老公最少有4世嘅夫妻緣分。諗起04年我哋一班人經網上認識嘅時候，我哋兩個都發展得好快，第2年就結婚啦。所謂靈魂家族係指我哋今世嘅好友、親人、師徒，前世可能同我哋都有類似嘅關係。通常啱啱認識就覺得好有熟悉感。好多我學生原來前世都係我徒弟喎，所以緣分真係好奇妙。靈魂伴侶緣分就更深啦，多數以伴侶或者親人關係出現，就好似我同我老公有4世以上嘅緣分咁。如果今世你都有類似經歷，可能你都一樣遇上靈魂家族或伴侶喎。下一集我會繼續講下雙生火焰，記得追蹤我 Manny， 下集見。